那各地山区拢咧落雪，伫咧桃园的复兴区、新竹的尖石乡，嘛拢是规片白茫茫。不过目前拉拉山部分的车路有结冰的情形，车链是一定要挂铁链才准上山。落雪路山顶一片雪白世界，民众真欢喜咧足雪。桃园市复兴区后山23透早3点外，成路比雪帅气到落雪，民众真欢喜咧耍雪、蹲雪人。民俗业者讲，比8年前迄一摆的霸王寒流，即摆落雪时间搁较长，量搁较济，也赶紧拍开水道头，防止水结冰，地势水管去别开。晚上差不多10点多就上来了，为了要看雪，晚上都没有睡觉，很兴奋。第一次在台湾看到那么多雪。在山上温度0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水龙头打开一点点，让它的水继续流，要不然的话，不管是水管也好，它都会爆开。桃园市风管处表示，复兴后山离顶一摆落雪已经是3年进程，落雪集中伫上巴陵，包含古木区、中兴东路甲塔板山区顶。不过今年连下巴陵拢有南山的落雪。目前拉拉山上巴陵有路面结冰的情形，车卡的骨，警方实施雪链管制。警方以桃园6线道7公里处实施道路交通管制，车辆未悬挂雪链，请勿山上。入冬上强的寒流发挥，加上水汽配合，台湾各地山区拢出现落雪情形。共款起民众热雪，也有新竹的尖石乡。我骑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刚好听说遇到这边下雪，就过来了。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雪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可以堆雪人，还可以玩雪。落雪考虑安全，尖石乡新光国小、秀兰国小等4间学校已经停课1天。目前玉峰村、秀兰村落雪道路封起来，禁止入山。花山分局协助管制措施，以免发生危险，请大家爱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